咱个来看临港城市法修正草案争议是未少，早起国内妇幼团体代表做伙开记者会，因指出讲调查发现讲台湾代孕还未合法，就发现讲有人委托代孕刷协会，无想要爱囡仔的代志。而且目前规划草案只有罚钱的处罚，所以这个团体是建议讲，针对临港城市法的草案，应该爱个好好讨论，再个送立法院审议。 拒绝国造孤儿。来自全台妇幼团体代表自5早起联合开记者会，呼吁政府尽快将临港城市法修正草案送入法院审议。因为台湾代孕还未合法，2021年就发生台湾翁某到俄罗斯找代孕生囝，了后弃养的事件。因为草案若通过，因公司制造更较侪孤儿。不要贩卖儿童是全世界的共识，可是我们的价钱既然标码。 100万，你就可以把这个孩子丢掉，那更不要讲说最近已经有新闻。为团体调查发现，卫福部国建署所提出的草案第55条，对弃养代孕干来罚钱了事，而且干来罚至10到100万。另外，透过关键官能生落的囡仔，干来伫分析甲医疗需求的前提之下，才能知影部分生殖细胞自信违反儿童基本人权。他都不知道他是捐精捐卵的后代，那么有可能将来他去交男朋友女朋友的时候有可能跟他有血缘关系的人发生关系，造成乱伦。现在就会跟这个法务部啦，什么相关单位来去做这个讨论啦，因为这涉及到那个法则的部分呢。国建署回应强调，对儿童上好的权益部分，第一甲法务部等相关部会讨论。 修正草案发证了后，报请卫福部甲行政院审议，搁送立法院审查。另外，是不是暂缓修法，交由立法院来决定。记者综合报道。